喺熱鬧繁華嘅香港，佢哋高聳入雲嘅摩天大樓背後隱藏住絕望嘅陰影。佢認識下李先生啦，呢個被債務壓得喘唔到氣嘅男人，覺得自己好迷茫、好絕望。以前佢曾經係個愛老婆、愛孩子嘅好老公、好爸爸，心入邊充滿住夢想同埋笑聲。但係生活嘅軌跡轉變咗，債務越堆越多，希望就慢慢熄滅，日子一日一日睇過，喺心入邊嘅負擔就越嚟越重。但係呢，一絲希望嘅曙光出現啦！喺陳志豪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呢度，我哋相信人可以有第二次機會嘅。我哋會提供一啲度身訂造嘅債務重組方案。我哋嘅每一步都經過精心嘅計劃，就係要確保你可以重獲財務自由。呢唔單止係喺文件手續嘅問題，呢係一個新嘅開始嚟嘅。我哋會喺你嘅每一步都提供支持嘅。呢個時候，佢屋企佢嘅家人就冇等緊消息。當佢推門入屋嗰陣，一種新嘅平靜嘅感覺就將佢包圍咗。債務嘅重擔慢慢卸落嚟，希望又重新燃點起嚟。但係李先生唔係一個人嚟㗎，好多其他人都同佢一樣有咁嘅困境。每一個人喺臉上都有一個故事，有掙扎，有想要重新開始嘅渴望。喺陳志豪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呢度，我哋向所有人敞開大門，送上我哋嘅同情同關懷。一齊睇，我哋制定策略，為每個人設計合適嘅計劃。幾個禮拜過去，李先生就展開咗佢哋嘅重生之旅。每走一步，佢又再一次感受到生活嘅美好。而家呢，佢唔單止係我哋嘅一個客戶，佢仲成為咗希望嘅燈塔。希望呢樣嘢係會傳染嘅，每一個分享嘅故事都會將希望傳播出去。喺陳志豪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呢度，我哋嘅使命好清晰，就係要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每一個成功嘅故事都會令我哋對呢一份重要嘅工作更加充滿熱情。陳志豪執業會計師事務所 IVA#1.com， 你睇重新尋找回財務自由路上嘅好拍檔，打呢個電話俾我哋，9806到5221。